我唔中意解釋嘅，但係我可以肯定咁答你，我唔係一個負心漢。現年39歲 TVB 男演員謝可日突然驚爆離巢，目前已經被官網正式除名下架。有記者嘗試聯絡佢求證，但佢將社交平台賬戶轉為私密模式，似乎唔想被外界打擾。謝可日家境富裕，入行前佢擔任會計師嘅職務，但2014年放棄鐵飯碗，考入 TVB 藝員訓練班，投身演藝圈發展。初出道時，佢憑借參演處境劇《愛回家》成功入屋，但之後就長期飾演閒角、打手、收數佬、古惑仔等角色輪住做，戲路越嚟越窄。直到喺《使徒行者3》做歡喜哥嘅近山周文鼎先再受關注，但同年佢就突然捲入桃色醜聞，被爆背住拍拖6年嘅女友出軌離婚兼育有2個仔女嘅美容集團女 CEO， 當時更指女方已經懷孕並計劃結婚，仲揶揄佢即將奉旨嫁入豪門。事後佢回應否認一切傳聞，強調自己同女友因為聚少離多早已經分手，但女友就表示自己係被分手。睇到報道依然好心痛，而網民就繼續鬧爆佢係負心漢。呢件事令到佢嘅形象盡毀，而佢最後一次喺 TVB 嘅演出係舊年喺大熱劇集《新聞女王2》中飾演 SNK 攝影部九哥一角，唔知咁多位有冇印象呢？